講個秘密俾你知，原來香檳嘅氣泡喺唔知點解仲要誤打誤撞嘅情況之下發明出嚟嘅。Dom Perignon 呢支香檳，你就會諗起一啲奢華夜場，例如喜愛夜蒲呢啲畫面。呢一支曾經成為一度夜場之王嘅香檳王。今日唔係介紹佢有幾尊貴，係想介紹呢一支香檳王有幾意外。今日 Wine So Funny 要同你講嘅係 Dom Perignon 嘅故事。首先你要知道 Dom Perignon 唔係酒名，係一位修道士嘅名，名叫 Dom Perignon。呢位被奉為香檳之父嘅修士，原來佢一生人最痛恨嘅就係香檳入邊嘅氣泡，甚至當呢啲係壞酒同埋惡魔嘅詛咒，用盡一生嘅方法去消滅佢哋。你以為飲緊浪漫，其實係你飲緊當年人哋眼中嘅失敗之作。我會同你解開呢一支香檳王背後3個顛覆認知嘅瘋狂八卦，等你哋下次同人傾香檳嘅時候都化身話題高手。大家可能會問 Dom Perignon 一個修道士唔係應該清心寡欲，點解會走去釀酒，仲要變埋香檳王？其實喺中世紀嘅歐洲，修道院先係當時最頂尖嘅高科技科研中心。首先，修道士要幫教會自給自足，當時嘅天主教要做彌撒聖餐，紅酒就代表耶穌嘅聖血，所以葡萄酒係必需品。修道院要自己種葡萄，所以Dom Perignon當時作為修道院嘅總管，佢除咗要負責修道院嘅事務之外，仲要管理埋資產同埋提升釀酒嘅技術。佢其實就係一個披住修士袍嘅頂級酒莊 CEO 兼首席釀酒師。喺17世紀嘅法國香檳區，天氣非常之凍，因為冬天嘅時候發酵就停止，修士以為啲葡萄酒做好咗就封住個樽口，點知春天一到，天氣變暖，樽入邊嘅酵母瞓醒，做2次發酵，樽入邊即時產生大量嘅二氧化碳。當時嘅玻璃樽好薄，玻璃樽太薄頂唔順就會爆炸，仲要唔係一樽爆喎，一樽爆之後就會連環爆喎。好多修士行經酒窖嘅時候隨時被炸盲炸傷，所以大家叫呢一支做惡魔之酒。Dom Perignon當時嘅職責就係要想盡辦法消滅氣泡，做出平靜高雅嘅白葡萄酒，結果佢消滅失敗，反而成為咗香檳傳奇。有個傳聞係講 Dom Perignon飲到第一啖香檳嘅時候，大嗌咗一句名言：快啲嚟，我飲緊星星，係形容當時第一啖香檳有幾奇妙。大家俾呢個傳聞呃咗200幾年。呢一句說話其實係19世紀香檳廠度出嚟嘅廣告。另外仲有啲傳聞話佢係一個盲眼修士，所以條脷特別勁。歷史證實咗佢對眼完全正常，但係佢的確係一個味覺天才，所以發明咗咁好飲嘅香檳。佢雖然唔係有心發明香檳，但係佢發明咗香檳嘅靈魂。佢花咗好多嘅時間去研究點樣釀出最好嘅葡萄酒。佢係最初使用紅葡萄極速壓榨，釀出清澈嘅白香檳，即係我哋依家講嘅 Blanc de Noir。另外佢仲發揮佢嘅味覺天分，將唔同嘅葡萄園嘅汁溝埋一齊，達到完美嘅平衡。最後佢因為消滅唔到啲氣泡，所以喺英國引進厚玻璃樽同軟木塞，令到香檳唔會再隨便爆炸。Dom Perignon 呢個故事真係體現咗我哋中國人嘅兩句說話：有心栽花花不香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最後Wine So Funny同你分享下揀 Dom Perignon 嘅小知識，因為 Dom Perignon 只做年份嘅香檳，如果嗰年天氣唔好，達唔到標，佢哋寧願嗰一年唔做香檳，所以買 Dom 冇所謂嘅普通版，每一樽都係特定嘅年份。市面上有分 P1、P2 同 P3，P 係代表 Plenitude。法語嘅 plenitude 代表完整度、飽滿咁嘅意思，其實係代表香檳嘅陳存年份。市面上大家會買到嘅所謂叫 P1，即係標準版，通常係陳存咗大概9年左右出廠。呢一刻係2026年，所以最新買到嘅 Dom Perignon 應該就係2017年啦。另外 P2、P3 嘅陳存年份會更加高， P2 大概陳存12到15年左右，label 紙盒都會唔同咗，酸度層次感爆發。另外 P3 就最貴，陳存超過20至30年，傳說中嘅級別可遇不可求，飲一支少一支，睇下咩年份，閒閒地都10零萬一支。下次有機會同朋友飲 Dom 嘅時候，不妨同佢哋講下 Dom Perignon 嘅故事，唔知你又中唔中意呢個冷知識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哋聽，我哋下期再見。另外我仲有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你知，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世界名莊或者靚酒，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，定期會收到最低嘅葡萄酒優惠。我哋嘅群組已經突破咗3000人啦，掃一掃個 QR code，快啲加入成為我哋一份子。我哋係 Wine So Funny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下次見，拜拜。